大家好，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一下喺香港開食肆最重要嗰一步，點樣攞到食物業牌照。呢個牌照唔單止係一張紙，佢係你合法經營嘅通行證嚟㗎。我哋今日會用最實用嘅角度，同大家行一次食環署嘅6大步驟，確保大家可以高效規劃，順利開張。我哋會由遞交申請開始，一直講到攞到正式牌照為止。首先，我哋睇睇成個流程嘅大綱先啦。睇完個封面，大家就知我哋今日嘅重點啦。呢個大綱就係我哋今日要掌握嘅核心環節。成個流程我哋分咗6大步，每一步都環環相扣，缺一不可㗎。大家要留意，頭3步係審批階段，之後3步就係執行同埋收尾。了解呢個結構，你就會知道自己而家行到邊一步，同埋下一步要做啲乜嘢。我哋即刻入正題，睇下第一步要做啲乜嘢啦。好，第一步就係遞交申請同埋文件準備，呢一步係成個流程嘅起點嚟㗎。大家要準備好申請表格同埋公司註冊文件呢啲基本嘢。遞交途徑方面，除咗可以親身去食環署，我哋都鼓勵大家用網上申請，咁樣會快好多㗎。最重要嘅一個關鍵提示，就係你份圖則設計一開始就要符合基本衛生標準。如果圖則唔合格，之後就要不斷修改，咁就會拖慢成個進度㗎。遞交完文件，我哋就會進入第2步嘅初步評審。去到第2步，食環署就會委派一位個案經理，專人跟進你個申請。呢個經理會先審核你份文件同埋設計圖則。初步評審過關之後，你個案就會一站式轉介去其他部門，例如屋宇署、消防處同埋規劃署。呢個跨部門轉介好重要，因為佢哋會各自睇下你間鋪頭嘅結構、消防同埋土地用途有冇問題。有需要嘅話，佢哋仲會嚟實地視察添。如果個案比較複雜，我哋就要準備進入第3步嘅審查小組會議啦。第3步，申請審查小組會議，呢個程序唔係個個申請都要，主要係針對一啲比較複雜嘅個案。呢個會議其實係一個跨部門嘅溝通平台嚟㗎。食環署、屋宇署同埋消防處嘅代表都會出席，同申請人直接對話。會議目的好簡單，就係要向你解釋清楚具體嘅發牌規定，同埋直接溝通點樣解決各部門提出嘅技術問題。咁樣可以減少大家因為誤解規定而造成嘅延誤。搞掂咗呢個會議，我哋就會收到一份好重要嘅文件。去到第4步，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啦。當你收到呢份發牌條件通知書，就代表你嘅申請已經原則上被接納㗎啦。呢份通知書就好似一張核查清單咁，列明晒你間鋪頭要符合嘅所有條件，包括正式牌照同埋暫准牌照嘅要求。你一定要睇清楚入面嘅每一個細節，因為呢個係你之後裝修同埋準備文件嘅法律依據嚟㗎。記住，嚴格跟足呢份清單去做，先可以順利進入下一步，就係履行條件啦。收到通知書之後，我哋就進入第5步，履行條件。如果想快啲開門做生意，暫准牌照就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啦。你只要提交一份符合規定證明書，證明你已經滿足咗基本嘅衛生同安全要求，就可以先攞到呢個6個月有效期嘅暫准牌照。咁樣就可以幫你減輕租金壓力，早啲開始營運。不過要留意，呢6個月內你一定要履行晒所有正式牌照嘅條件，如果唔係，暫准牌照就可能續唔到期㗎啦。咁點樣先可以攞到正式牌照呢？我哋睇下一頁。無論你有冇申請暫准牌照，最終目標都係要攞到正式牌照。呢個階段，你就要嚴格跟足發牌條件通知書嘅要求，完成所有裝修工程，包括衛生、消防同埋通風設施。當你搞掂晒所有嘢，就要向食環署提交相關嘅證明文件，話俾佢哋知你已經準備好。之後食環署就會派人嚟做最後嘅實地查證視察，確保你間鋪頭完全符合晒所有要求。但係呢個最後查證有時都要等好耐㗎，
有冇方法可以快啲呢？當然有啦。想加速申請流程，呢個專業核證制度就係你嘅捷徑啦。一般程序係要等食環署嘅衛生督察親自嚟做實地查證，排期需時。但係如果你採用專業核證制度，就可以聘請合資格嘅專業人士，由佢哋發出證明書。只要你交齊文件，就可以免去發牌前嘅查證視察，直接進入發牌程序。呢個制度嘅核心優勢就係可以幫你大幅縮短等待時間，令你嘅餐廳可以更快開業，搶佔先機。經過漫長嘅準備同查證，終於嚟到第6步，亦都係最開心嘅一步，正式攞牌。呢個牌照就係你合法經營嘅通行證嚟㗎啦。當你完成晒所有查證或者專業核證程序之後，食環署就會發出正式嘅書面通知俾你。你只要跟住指示去交埋個牌費，就可以正式領取食物業牌照。恭喜晒！記得攞到牌之後，一定要將個牌照掛喺鋪頭最顯眼嘅地方，咁樣先至係完全合規，做生意都做得安心啲啦。攞到牌照當然值得慶祝，但係我哋要總結一下，究竟點樣先可以令成個申請過程更順利、更有效率呢？成功嘅關鍵要素，第一就係要提前規劃。你簽租約之前，一定要確認個場地嘅規劃用途同埋結構安全係符合食環署同屋宇署嘅要求，唔係嘅話，到時先發現要大改，真係會浪費好多時間同金錢㗎。第二個建議就係要善用專業諮詢。最後，攞到牌只係開始，你一定要持續合規，嚴格遵守所有衛生條例，咁樣你嘅餐飲業務先可以長做長有，穩健發展㗎嘛。多謝各位今日抽時間聽我哋分享呢個香港食物業牌照申請嘅全攻略。我哋嘅目標就係希望幫大家做到專業規劃、合規經營，邁向成功。如果大家喺申請過程入面有任何疑問，記得隨時可以諮詢食環署牌照辦事處，或者揾專業顧問團隊幫手。我哋衷心祝願大家生意興隆，開業大吉。多謝晒。